千文明无甲恢复吼，即摆道德沦丧甲安尼吼，对啊，我感觉虽然在教育上已经有比较思维，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手脚都还好，我可以帮他帮忙推广。啊，感恩你呢，感恩你呢。哦，你看于老师这么善心，这么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这么。每年都全新一套。水啊水啊，哦，这表演偌水的，这表演偌水的你。内底就有迄个各个演出的状况，跟历年来的，并全世界演出的盛况。所以大幕大概就是叫水，啊，每年咱全新的演的拢咱吼，有迄个。这无简单的。忠孝节夜故事、花木兰啊，什么岳飞啦，或者是忠孝节夜什么讲故事，它都透过演唱，现场的东西交响乐，还有华美的手工服饰，还有高科技地景那些。对。我有去看过一次，你在台南文化中心，好优秀，好优秀。